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同佛教是世界上太宗教，不过喺台湾，我们对伊斯兰教一定上疏哦。照统计，全世界嘅穆斯林有16以上国家，加系第1/4的人口。喺台湾，差不多有3万嘅本地穆斯林，还有20万嘅来自印尼也到伊斯兰国家嘅义工。现时台湾有7座清真寺，穆斯林嘅生活都系以清真寺做中心。对于伊人的服装、食材到价值观，一概都照论伊斯兰信仰的规范。按照我们对媒体好认识的穆斯林，家家都出现睇恐怖攻击、战乱、歧视女性也到新闻，难免有唔公道的所在。可能行一桩清真寺，我们会过了解穆斯林，除了是唔得食猪肉，同我们有乜嘅无共用的所在。今日节目最后一则单元，向下来了解伊斯兰教睇台湾。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رسول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رسول الله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虔诚的穆斯林用优良又崇仰的上条，并用阿拉伯语向万物无数唯有真主提倡其他人礼拜时间到位。سمع الله لمن حمده الله أكبر 到位为动作的时节，礼拜准时开始，高中带等高油祷告，向身体擘界方向跪拜。也喺大禮拜5伊斯蘭教嘅主馬日，就像基督徒拜日去教堂做禮拜。無論係帶條件嘅婦人家、帶某個嘢老人家，同呢度出外中來台灣做事嘅穆斯林，都會表下數條紅嘅色，對各地來到清真寺向下來參加禮拜。當然，我們這個時間隨時都會調整，按照日出日落來計算。然後每一個地方、每一個地區也會差，像台北、台中也差3分，台中、高雄也是差2分，變成說這個全球的穆斯林每一個時間、每一個時段都有人在做禮拜。無論係對哪類嘢，愛行日清真寺禮拜前，大家都會先洗槍漱腳、洗面、同罪，象徵用強烈誠心表達對信仰的崇敬。就是清潔，我們要崇拜、要拜真主之前，我們就一定要是一個很乾淨的情況上，不管衣服要乾淨，身體要乾淨，地點乾淨，時間要按時，就在它的時間內才可以，就面向賣家的方向才可以做這個禮拜。也見啲台中市區嘅清真寺有學阿拉伯建築嘅岩檔同將嘅翻拜樓，都有眾多嘅風景。別項嘅時鐘提醒信眾當日愛做500嘅禮拜，一種用阿拉伯話寫嘅古蘭經。講定也搭配係真主嘅身體，係1950年代對滇緬地區等政府來台灣嘅回教徒總前去嘅，咪係總鋪穆斯林唯一嘅信仰中心。等嘅樣式教育強嘅裸體、走體，也下看得到嘅係來台灣做事嘅義工同新住民家庭。最多的就是那個印尼的。當然，印尼跟巴基斯坦、那個土耳其不一樣。印尼的他們只是來打工一段時間，3年5年就回去了。巴基斯坦跟那個土耳其的是因為婚姻的關係，幾乎都會定居在台灣這樣。然後他們的後一代都會送到清真寺來學習，假日的時候。也下台灣總共有7間清真寺，分別喺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同桃園。唔但只係平時禮拜祈禱嘅中心，咪係當年穆斯林強下慶祝伊斯蘭2大節日開齋節同中秋節嘅所在。
当年的中秋节就像台湾的秋拉公园按重要，让一对土著苗老爷穆斯林打造出其中的空地是从顺的亮光清真寺，也就心中白白将内的规则理通。在高中带动下，也就礼拜真主。重建先帝阿巴拉罕两子爷对信仰的忠诚同奉献。This is actually the special day which we Muslims celebrate Islamic celebration which we call Eid al-Fitr, Eid al-Adha, Hari Raya celebration. It's a special day where we gather with other Muslims, sisters and brothers, and we pray to this special day. 当年伊布拉欣圣人被真主阿拉考验他，说把你最心爱的东西送给我。他想他什么都有，他最爱的他老来得子，唯一的一个儿子，是不是把他拿来献给你？儿子呢，因为是老爸的要求，明明知道他老爸要托去给他祭献给真主，他也愿意。在这个一个忠一个孝的这个一个动作之下啊，他们就让我们后面的人深深的体会到，啊，忠与孝之间是密不可分的。Allahu Akbar, Allahu Akbar, La ilaha illallah, Allahu Akbar, Allahu Akbar, Walillahil hamd。礼拜过后的持条上仪式是伊斯兰信仰的传统，照古兰经规矩，比牛羊、祈祷、老慈惠肉、送给穷苦的人，韩国同亲戚朋友分享。基本上应该是就是分享的观念啦，就基本上原则就会1/3分有需要给人，该1/3是分你亲戚还有朋友安样，1/3是分自家啦。像外国下是大部分的是分有需要给人啦，像有一些该外劳啊，然后嘛该啊。含存的这部分让本自家活下生嘛。也会做等拍跑贵人阿拉伯大班的众议里，是中立汉人，在各国目强人在穆斯林当中特别相应注意，认真东向的了解阿拉伯文化。13年前，已开始信伊斯兰教，都好读到911事件，大家谈到穆斯林就动强，其坚持无改变，是台湾少数自家归信伊斯兰的人。当然，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教义的部分，或者是由媒体看到的一些现象，那给绝大部分的人的观念，我认为就是说，他们应该就会觉得，这个宗教好像很偏激，或者很容易就有什么事情，但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想象这样啦。那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，可能是很大一群人里面的一小部分。多年来，家父行人虽然天天的了解中伊林的信仰，不过家婆对其穆斯林的打扮上都有意见。老人家嘛，佢哋较无中日民族拍摄的衫啦，按样人啦，看起来就是感觉你也知道，他心里会有个怪怪的感觉，这样子，他们就是会不舒服啊。那不舒服最主要就是牵涉到他觉得穿白色就是挂掉的人才穿白色嘛。那但是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，白色就是代表干净纯洁。那一般的形象，男生都是穿着白色的白袍，所以这一点对于他们师傅来讲就非常难以接受。911事件发生到今接近10多年了，因为民众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，单还是受到媒体影响，卡瓦向西方的观点来看穆斯林。当然了，比较多的观念全部是西方的媒体较多嘛。那你较希望就是所有的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伊斯兰。那或许这样子会比较按用你讲，比较客观按用你啦。平时穆斯林和天才遵守两条的饮食戒律，在台中可以亲身传统的饮食业，等等欣赏规范人信伊斯兰教过后，才发现台湾的穆斯林电脑杯
做嚟讲无东西好食。一般的那个东西吼，肉的也着本钱拢无较高，因为伊个毋要凊彩吃的吼，所以伊也成本无较高。啊，佮有也着东西，因为俺着回教的人吼，较无黑白色，又惊讲伊那买骗的东西有添加剂个着，所以一道东西俺着拢去甲做，无去甲做毋得。因为台湾的那个整个那个宗教文化的概念是随着西方的步调在走，那相对之下呢，西方是一个世俗化的那个世界，也是一个基督教为主的那个文化为主的世界，所以相对之下，他们对中东就不会那么特别的报答，导致说老百姓人民对这个区域、这个文化、这个宗教文化比较不熟，比较没有去接触到。韩国比台中同龙岗清真寺，韩卡做几行年去的台北清真寺，共拥有讲的演党同各国的分拜流，喺台湾清泰的清真寺。就算啲自信发达的速度，共拥有本地穆斯林老化，发展出新出名同义工为主的社群，同福群的社区，冲系两个世界。可是今天呢，皈依的人还是很多。像今天嫁来台湾的那些新娘们，还有来娶台湾的人，这样子都形成他娶的老婆，像别的巴基斯坦的啊、沙烏地的啊，各个国家的，他们来娶了台湾人，然后这些人都会皈依成，因为我们回教人只有穆斯林才能跟穆斯林结婚。穆斯林一开始他们这个社群就是自己的活动圈子比较封闭性，他们不会主动去跟外界去做宣教或是沟通联谊。但是后来慢慢有在改变，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整个社群一直在萎缩，所以导致非穆斯林很难了解整个穆斯林的信仰、宗教仪式活动。除非说他们愿意做一些那个宣扬、宣教的工作，可是有限啦。照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统计，全世界至少有16亿的穆斯林，已经超过中国同美国的人口总和。对神父、视察当然成功。伊斯兰信仰係世界文化地圖裝唔得少嘅，或者因為老國際交流越來越接，政府同民間應該用公平的觀點來認識伊斯蘭。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必須要讓民眾、人民了解，除了歐洲西方國家之外，還有一個很大區塊的伊斯蘭世界，伊斯蘭世界人口佔世界1/10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的中学教育也好，或是说社会教育也好，都没有机会给老百姓去了解这方面的文化。那站在那个非穆斯林的立场，也可以用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去了解。简单来讲，台湾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不是很了解。对我是希望说他可以尝试去多去认识伊斯兰教，然后他就可以很正确的了解到伊斯兰教的那个真正的内容，不见得说像他们受到西方国家的那个报道啊，说恐怖分子啊什么之类的。台灣的穆斯林社群近來研究水，後3年離開伊斯蘭信仰，算係驚人的宗教自由。不過大家未算係世界村的一部分，係講做嚟對將世界4股1股人口為伊斯蘭世界多一份認識，對無共樣的信仰同風俗多一份包容，可能會產生行下多年的文化色彩，未怎會有誤解同衝突。